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真侪人也是惯势大公牛，认为讲无啥物公式，大的拢是实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牛，歌舞牛第7条，公牛的牛。台语字典解说牛做动词，意思就是歇或者是架脚，也就是留伫人斗大的意思。咱现代较常用的是讲一款互咱大的所在，像讲牛所。另外，这个牛嘛有寄托的意思，像讲牛意，意思就是含义。另外，牛言会当讲是一款故事，嘛有比喻的意思。古早甘梅林台语字典写落这字，也有另外一个音读做舞，所以公牛嘛有人读做公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公牛，咱头前讲到嘛有人读做公舞，本来是讲一款客家建筑物，会当带真侪雨。也毋过咱现代若是讲公牛，一般是讲无超过6楼、无电梯的建筑物。第二个词读做牛意，意思就是含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栋公寓壁面的图，唔但足水，还佫有特别的寓意，代表希望社区的人会当团结，佫有活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牛，另外一个音是舞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